继续来看台中市，为着要宣传明年的台湾灯会，所以请29区的区公所做花灯车，到伫阴暗的6点来集合，要就街来游行。另外，伫南投德山嘛有德艺灯会，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，就是有一座200公分悬的德变的妈祖。 鸟头鸟花灯车伫暗时闪闪烁烁，后壁佫对2只细只伫遐踅来踅去。这是太平区公所做的花灯车，南屯区的粗兰仔拉力花灯车头过震动。台中市为了要炒热2020台湾灯会气氛，做各区特色的花灯车，将伫今仔日晚暗6点游行，路线为文心市民公园出发，经过河南路国家歌剧院，佫坐富华园道。 佫接文心路，转来到文心市民公园，停伫大屯7街路边。除了台中花灯车游行，南投德山嘛有德灯会，最大焦点就是这座200公分悬、用德啊变的妈祖。这尊妈祖手工真幼，尤其是伊的表情有温柔的眼神，佫有微微咧笑的喙角，让人感受到妈祖的温暖。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他脸部的表情。 光这脸部的表情，我们就重复猜了10几次以上。这尊用德变的妈祖是被专家用2个半月分工合作变出来，这内面有20多种的变法。精美花灯嘛，展现出德的故乡南投德山镇，让人赞叹的德工艺。